大家好，我係地產哥哥。新嚟嘅朋友記得訂閱、留言、俾 like， 支持一下頻道，等我可以每日為你送上最新最快嘅香港地產新聞。今日係2026年4月21日星期二，家品零售連鎖店日本城創辦人之一魏麗霞及其相關人士，新近以7080萬沽出薄扶林貝沙灣一對相連單位。尺價高達27,789，呢對單位係貝沙灣一期3座中層 A 室同 B 室，實用面積分別1358尺同1190尺，全部3房間隔，位置1樓，享有開揚海景。據市場消息，原叫價6900萬，業主反價至7080萬易手，反映買家對薄扶林豪宅信心爆棚。魏麗霞揸咗依對單位約19年，當年購入價錢大約2600萬左右，19年嚟大幅升值4442萬，勁賺近4500萬。貝沙灣作為薄扶林灣仔南最矚目豪宅屋苑，落成於2005年，總共676伙，尺價長期企穩2萬以上，依次成交進一步證明豪宅抗跌力強。分析嚟講，薄扶林區位優勢明顯，近海近山，交通方便，港鐵南港島線通車後更加吸引。近年豪宅供應減少，加上利率回落，資金流入樓市，貝沙灣類似單位二手放盤少，買家寧願高價成交都唔願錯過。魏麗霞依單生意不單止個人套現豐厚，更反映市場升溫下，名人投資者開始鎖定利潤，預計短期內類似沽貨會增多。轉講下機構投資者，市區重建局繼續放售非核心物業，最新以約1.1億沽出九龍東煥然一居商業基座，成交價較放售時市值高出1成。呢個消息證明商鋪市場仍有需求。呢個商業基座包括地鋪連一樓，地鋪同一樓面積各約3000至3100尺，合共6100尺，仲連埋天台。位置喺啟德新發展區核心，鄰近住宅群，客流量穩定。市建局去年8月放售，當時市值約1億。市建半年內已售3項非核心物業，累計套現逾2.1億。新買家據聞係區內啟德1號過億豪宅業主，睇嚟係長線持有自用。啟德作為跑道區轉型熱點，未來人口湧入，商鋪租金回報可觀，預計年租約90萬以上。市建局呢波操作唔單止回血，更為重建項目籌措資金。一手市場都唔輸蝕，長實旗下沙田九肚麗屏路明日九肚山最新售出1伙3房海景戶，成交價1824萬，發展商即提價5個百分點應市。呢個單位係一座18樓 B 室，實用面積1053尺，3房套連工作間及洗手間，東南向響，開揚吐露港海景。買家係年輕內地夫婦，自住為主。採用360日付款計劃，折實尺價約17300。明日九肚山自推出明智必選優惠後，成交加速，3日內連沽2伙，套現逾3600萬。至今累售229伙，總套現逾35億，銷售進度過半。發展商長實動作快，提價5個百分點後，新一批盤預計尺價上市18000，反映市場對九肚山區位認可。九肚山位置近馬鞍山線，環境寧靜，綠化高，適合家庭客。依次成交進一步刺激二手盤跟隨上升。另外，港鐵錦上路站第2期物業發展項目截標，接獲8份標書，包括信和、中海、英軍、招商組合、長實、新地、恒基等重量級財團。項目位於元朗錦上路站上蓋，綜合發展住宅最高樓面逾76萬尺，預計興建約1290個單位；商業樓面最多逾43萬尺，地盤面積約5.17公頃，市場估值36億至72億，每尺樓面地價3000至6000。早前接收30份意向書，顯示發展商對元朗新界西北前景樂觀，預計中標價會高於預期。呢個項目係港鐵鐵路物業系列一部分，第一期已由信和、中海、嘉華聯營，預計2025年落成。第二期延續熱度，將進一步推動區內樓價同基建。
作為評論員，我睇好元朗未來增值，交通網絡完善，住宅需求大，標書多，預示樓市信心回勇。二手市場方面，中原城市領先指數按週微跌0.01個百分點，新界東樓價指數同期跌約1.83個百分點，但係整體趨勢仍穩。中原 CCL 最新數據反映市場徘徊高位，連升後小回調正常。個別地區如新界東受壓，但港島同九龍仍有支持。成交量穩定，業主反價空間收窄，買家議價成功率降，顯示資金未撤。今日就講到呢度，未訂閱嘅朋友歡迎訂閱。